我哋今日嚟睇一個如一嘅單位，嗰個尺數咧係593尺。佢自己本身咧係兩房加工人房、工人廁嘅設計，望晒成個維多利亞港景。睡房同埋客廳個景觀都係一致，望晒成個維多利亞港嘅夜景。呢個主人房超過150尺。基本上放一張雙人床，3邊落床都冇問題。嗱，你睇下呢邊個景觀啦，當然都係一個璀璨嘅維港夜景啦。呢個洗手間係一個名廁嘅設計，本身係有窗戶，冰箱同埋洗衣機都係西門子嘅品牌。另外煮食方面呢，爐具全部都係 Miele。另外呢個單位呢，有埋工人房同埋工人廁嘅設計，真係非常之適合小家庭。我是你的。